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收看10月7日的暗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强烈风台山德里预计明仔载下晡会对高雄也是台南登陆路线，甲47当前赛罗马风台进行，单机卖提醒，尽量卖出门。代替西部干线对号车，今日当驶到中华站，中华以南是区间车看风雨在运作，明仔载国内线航班全部暂停。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在查违规车辆的时，因为发觉哪像毒品，要求驾驶落车，所互驾驶家落尾时救无回来。好，咱要先来关心的，就是强烈风台山德里当日挖进台湾，云林以南甲华东地区，即马是拢伫咧警戒的范围以内。气象署是估计，因为这条风台是行真慢，可能明仔载下晡过了才会登陆。地点就伫咧高雄附近，甚至也有可能来到台南。那照这目前的资料来看，受地形甲海水的温度的影响，这风台是有略减弱。也毋过，家己以南也是爱注意12级以上地灾性的强阵风。受风台暴风圈影响的小琉球，靠强阵风大雨落袂煞，市区道路一片路苍苍，大型也将废弃物撒到河边。现在马路已经被一些漂流木堵住哦，地上全部都是垃圾。受风台影响，气象署继续发布大水预提报，提醒恒春半岛台东关山区爱注意大水雨，华东甲高雄市山区、屏东关山区雨势也继续归南部地区，风雨会愈来愈明显。山大风台过去6点钟，速度真慢，中心伫高雄南西风的海面，向北东北东，暴风圈已经卡到恒春半岛、屏东、台东甲高雄陆地，对中华以南造成危险。毋过，缺少导引的气流之下，速度比预期较慢。预计可能在明天的下半天之后接近我们的西南部的陆地，之后向偏北的方向、向偏东北的方向，逐渐的有可能远离台湾。在它登陆我们西南部沿海陆地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可能在偏北或偏南一点点？这都是我们在持续密切观察的。风台登陆前后，全台注意强风大水雨，尤其接近风台中心，继续大水雨等级以上落雨。中部山区、东北部山区落雨也真大，拜四北部局部大水雨，风力依然真强。有5到拜5，才有机会解除海陆风台警报。学者认为，目前资料显示，风台登陆了后，前期检测有机通过台湾伫东北边出海了后，个人检测出热带性低气压，也未甲东北风产生强暴效应，对北部地区按比较影响比预期较细。登陆那一瞬间的可能12小时，它强度是最强的时候。后续那个北方的这些冷空气去破坏台风的程度，还有我们台湾地形对它造成的破坏的情况是可能会不太一样。学者也佫提醒，这个风台影响一区就是上受影响的登陆点南部地区，尤其风台正面合并岛型气流，风雨会比岛边较大，直接加入陆地，会带来非常大的风雨。家己以南爱防止14级以上的强阵风，尤其风台路线依然无确定，影响时间可能佫久长，大家注意上新的风台消息。记者综合报道。山德里即马是强烈风台，可能是会对高雄来登陆。这路线是参47当前造成高雄严重死伤的赛洛马风台是马港。高雄港即马是看状况会限时出港，也是讲会来封港。也若今仔日海墘啊风影是有变大，民众若准违规挖金是会开发的。也毋过呢，嘛有人是为着防灾跋落水准，加在是无性命的危险。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讲3次很重要。高雄市长陈其迈一直叫市民风台期间较莫出外，因为先叫强烈风台的山道2对南部地区来讲，差不多是伫厝门口。登陆时阵，高雄沿海地区甲市区，拢有可能面临上大17级的强风侵袭，爱严防铁架看棒落落来。尤其是在高雄这个区域，那这个对于市区的影响尤其在这个平地的影响，将会更来得更严峻。叫市民一定爱特别细致，因为山道2风台可能为高雄登陆，无地形破坏，甲47年前伫高雄造成严重灾情的赛罗马风台路线正共。整个都飞走啊！路上真的很乱，这样子。对啊，车子都侪拢倒变过来。民众回想赛罗马风台，印象上深的是真侪厝的厝顶规个掀起。当时赛罗马是中级风台，即个山道2是强烈风台，专家预测有破坏性的风速。
高雄的基顶渡船早就扩港，高雄港嘛要求船只甲吊车这些设备拢要加强固定，搁严格管制船只进出。1日港口为10月初1 8点开始，暂停所有船只进出港作业。港内的船只啊，能够尽早来出港来避台风啊。高雄规港风雨无大，暗过下晡基顶海边已经有明显的风影。中山大厦校区前这条路嘛，因为风影大甲规个海水现象化，顶届凯美风台高雄真侪栋大楼的地下室积淹水，三民区这栋社区大楼嘛，伫风台前进行风水闸门的演练。为着防止未少民众修剪树瓦幼机，避免去风吹转去，旗山有查甫人为着捡放伫路边的电动机刷落来水准，好甲再无性命危险。市政府嘛持续加强下水坑、开淹水路段的水沟清理，搁针对海边危险区域的有风锁线，加派人员巡视，钓鱼热点嘛加派警察巡逻，若是有违规就赶走，还是开单。记者综合报道。好，咱看到因为这粒风台的搅吵呢，即马屏东东港迎王的祭典，本地是这2天要由七角头来斗阵了紧，也毋过即马是宣布暂停，听候警报解除了后，才照计划来完成迎王的程序。屏东东港3年1考的迎王祭典呐，因为拄等3道风台呢，所以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的绕境活动是拢取消啊。相关的庙方人员是伫咧大总理坛遮，甲神明请转去，嘛准备要甲坛拆掉。大总理甲庙方人员出一集，紧甲神明请转去，就惊伊主换风雨的乳头。工作人员嘛，紧甲台仔拆掉，主本搭伫咧龙甲风身上牵挂紧的乌鱼子甲柔鱼竿，嘛拢全部拆落来，平安桥是拢拆了啊。毋过真侪信众嘛是搁趁下晡时闪雨芳，大细就去东龙宫拜拜。因为就风雨不大，都毛毛雨而已啊，所以大家都一定会再来拜拜的啦。趁这个啊，不然你过几天一样人很多了。老一辈拢会讲，王爷讲含迄个大千岁会甲迄个风台甲会好开安尼，嘿，所以东港遮的天气阁算好诶。大天府主本规划祭典科技无受风雨影响，照常伫咧内面举行。庙方表示讲，拄着风台来，实在是无法度，绕境取消，桥班嘛暂时休困。但拜过风台过，办王船前船的绕境，拜六烧王船，应该就会照常举行。家家户户的暗道嘛，各拢排条咧，要祈求大千岁爷公保庇风台经过，国泰民安。记者阿敏晶、邱朝阳，屏东报道。咱看到这伫屏东的风雨嘛，已经愈来愈强。这山区的西仔乡是因为水消透袂离，大量的落雨霾就安尼灌入去庄仔头内底。另外呢，沿海的邦寮遐气温啊，这业者所设的管线甲抽水的毛达嘛，拢互风影甲冲害去。即马嘛，因为拄好是月底，就是大涝时期，所以满洲港口溪这水位是涨悬，县府提醒民众爱有防海水倒桥。真侪通梅沟啊，位于冻土墙边拼落来，一直冲起来。屏东西仔乡初一早起落大水雨，消透袂去，搁因为大树瓦甲山沟塌去，造成通梅沟啊一直溢起来温泉的路面，怪手车工具机赶紧来清理。昨天晚上一直到早上下了321毫米，山上都已经喝饱水了。如果现在继续下，就要撤离了。3到2慢慢扫，风台外围环流一直影响真侪乡镇。目前雨量上济超过300毫米，沿海邦寮乡因为大涝，大海涌陷入去爆环内，甲海水养殖业者设置爆环的海水管线、抽水毛达拢陷歹去，甚至卷入海内，互养殖业者损失严重。大海涌一直升起来，恒春半岛下晡开始大雨甲风影一直增强，目前风力超过10级，毋过还是有部分国内外游客走去准芳礁翕相看海涌，海巡人员赶紧劝因离开。渐渐增强的大雨，互满洲港口溪出海口即块的溪水涨悬。去年因为小肯风台毁损封闭的港口吊桥，因为透强风看起来强要制作袂掉。因为屏东半暝了后，风雨会增强，国家大楼恐惊引起海水倒灌。县政府嘛呼吁民众防范淹水，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除了这山区是传出灾情以外，即马咱来看交通的部分。台铁西部干线对号车时间来当驶到彰化站，彰化以南是区间车看风雨咧运作。另外，离岛今仔日是干那南干到北干部分有船通去坐，其他包括小三通是拢总有141个船帮拢取消。也那空中交通的部分，明仔载国内线航班是全部拢暂停。金门航空站候补柜台，旅客排咧等，因为有期甩开几啊天，可能拢无航班。邀旅客买飞高雄航班被取消了后，改排候补先飞台北。这起飞上餐机场的航班班客满。一共取消11个架次，那整个受到影响行程的旅客大概有770人左右。前几天有一直注意台风动态，定了5号要回来，可想应该台风应该走了吧。上山机场邀旅客透早才被错开金门环岛回程受阻，一直注意风台消息。民航局统计，七日受风台影响，国内线124个航班全部取消。双铁交通部分高铁车正常营运。若风速雨量伤过大，达到运转限制标准的时阵，会采取行车速限。台铁为车下晡3点半过后，西部干线对号列车这段行驶，彰化到屏东之间停驶区间车是看风雨进行机动来驶。南回线继续停驶东部干线中跌到后勤不通，还好啦，因为我们都是短程的，那是长程的受影响啊。出门会注意啊，嘿嘿嘿嘿。目前没有被影响，对不对？对啊，对。国际航班部分，华航宣布，七日高雄出发真济国际航班取消，建议旅客出发进前查询详细航班移动资讯。长荣航空宣布，七日中昼进前出发东亚成田台北香港航班3个航班取消，新富航空七日航班正常营运，其他取消部分台中出发的航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三道里，即马就伫咧咱台湾的门卡口，为着要闪风台的金门的廖落外海，竟然出现30多只的中国货船，这当中有真侪只是无经过稳准就撞入来的。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海面是有30多只的中国货船，就停伫遐。港务处今仔日早起是通报海巡来公布赶船，也甲厦门海事局反映，要求无经过稳准的船是袂当入来停，才袂造成咱港务运作的风险。另外，咱要来看一只8倍多级的矿砂船，船顶是有19个人要对中国驶去到新加坡，也毋过即马受到这风台的影响，规只船是安尼起一边，水全走入来，加在这船顶19个人拢有平安救得来。另外呢，进前因为凯比风台伫咧台南黄金海华克达的苏菲亚号，即马呢是因为公司解散，这船是无人处理，市政府惊风台会甲船陷倒去。所以，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划去。海巡的船舰出动，伫正歹的海上内面开始搜救任务。前船主报过来，疑似是船舱进水，失去动力。伫风雨内面，民众翕到这只8倍多级的矿砂船，本来是要对中国去新加坡，但是受到3度2风台的影响，伫台东南市附近船舱入水船出去，船顶19个人受困。毋但海巡的船舰去抢救，嘛出动直升机去救援。那船长在通报那艘他们的货轮失去动力，那船长宣布弃船。那本署有就立即启动了相关的救援机制，19名船员都平安的调挂到兰屿机场。海上真正足歹的，中风雨伤大，无法度吊挂。后壁行政院国家搜救指挥中心陆续调派空勤总队、国防部海巡署只救援兵力，出动飞行器4只，顺风救援舰1只，总算伫下晡2点20完成救援任务，19个人拢总获救起来。不过，这矿砂船是靠搭伫咧南势的海域，后壁要安怎处理？这相关单位嘛继续在关注。毕竟这一艘是货轮，它有一定量的存放的柴油。高雄这边海保署他们有准备资材，那以及我们台东环保局这边的也盘点相关的应变资材。后续如果需要，等船班可以也会紧急再运送过去当地来做紧急的支援上。
另外，因为凯美风台风吹去台南黄金海岸的货轮苏菲亚号，本地伫凯美风台过后就要拆除，但无想到准公司已经改善，求上真困难，就算伫原地拆解，拢需要上千万这么大条钱。对这市府希望和中央全力配合，用制度性来解决。紧急避难或是台风天灾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有绝对的管理权，因为它这样子造成我们台湾很大的困扰，拆解费就要超过1000万台币以上。那如果造成污染，所造成的生态浩劫或其他的部分更是这个难以估计。3度日风台并无登陆台湾，但是敢若外围环流的影响，就已经造成轮船货轮靠搭，会当看出伊的威力有偌强。明仔是风台上强的时阵，相关单位呼吁民众莫出门，做好风台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的农民，今仔日其实嘛真无闲。这碰柑虽然讲真打7分熟尔，农民嘛是赶咧甲慢落来，避免互风台雨甲渗甲规个泉乌有去。另外呢，台南的北门种杨芳果的农民是烦恼这风台会亲像旧年同款来造成严重的损害，所以嘛量早来做一寡预防措施。规大片青景入面青花碰柑行，天拍破光，路面就赶紧来行林，甲7分熟的碰柑抢收落来。店是全国种青花碰柑的主要产区，面积有900公顷。农民指出，今年开花期未顺，产量平因贵减2成。但2礼拜后就通采收的碰柑，煞拄着风台来扰乱，农民烦恼到时风雨大，甲因辛苦种的碰柑粒渗落地，怎提早1礼拜先甲种落来。正常啦，你大采收是拢差不多咧光复节后前后啦，无就双一节迄阵才开始咧采收。阮这农民的烦恼，惊讲计会落果啦，所以咧提早甲采收过。大家嘛烦恼，上袂烦恼，这大这上济还袂烦恼。无伊就无无变怎。风台3道2咧刷的速度，互人三无涨。伫北门种杨芳果农民嘛烦恼像去年10月小见风台，甲遮的边仔扫甲密密茂茂。透早伊嘛去田里甲北旁求护岸。金茂里里长讲，在地大约种40公顷，这个杨芳果8月初种的，按算个1个月后会使收成。先破棚啊掉落，放互迄风啊倒光吼，破棚啊吼。挑开，无着吼，迄风啊倒光吼，规个铁仔头挂迄破棚啊怎挑开。风啊雨，迄阵啊我真严重咯，拼一身躯啊，就是去风台收去我。客厅食饭的做事人，干来会当提早做好风台准备，因上大愿望就是甲伤害降到上低，避免身体乌有气。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这桩悲剧，这是发生在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的所长刘宗兴，昨半暝咧查违规车辆的时阵，因为发觉这车内哪像有毒品，所以要求姓陈的驾驶落车。结果这个驾驶煞刁工塞车，甲弄个甲落跑，这个所长互咧拖咧走几啊百公尺，落尾送医时救无回来。土城金城路边2个员警执勤，在调查一台违停轿车，驾驶煞向加速驶入去。其中一个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双手拖车门，做着拖几啊公尺，毋过车煞无减速，抑阁一直去挖分隔岛，造成所长弄着护栏。最后，当小弟涂骹当场失去生命现象，送医了后抢救，有缘救无转来。他在拖行所长这件事情上面，看起来是很明显的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生命的危害，而又造成，而且有这个作为，所以我们就以杀人罪嫌来移送法办。你们有什么话说？拖行员警过逃走驾驶是一个姓陈的查某人，警方查出是在关毒品进口，毒龄至少10年。迄时阵身躯疑似藏毒品，遭到警方办查。案发了后，移到到土城这边体，警方提股票将人掠到，伫现场对咱2个朋友，各超出1包安非他命。依托米兹丁证物，警方已经对研究确认是不是吸毒。就是辖内如果发生比较重大案件的话，他都会，就算他放假，他也会马上赶回来这样。目前大家可能状态上比较低迷这样。驻警察将近10年的所长刘宗兴不幸殉职，伊当初是对爸爸的脚步踏入警界，毋那伫当事案中是认真负责好干部。这名车社群我是土城人，有不少网友抛文对应。有人讲到，目前看过刘宗兴提1000块帮助弱势老人，而且伊对人真客气。针对这个案件，新北市长侯友宜都来紧急去探视家属，也只是爱验班，同时将有护士。我们一定会争取最高的福气来照顾他们的一件呢，故意对造成
同仁不幸性质的歹徒要从重量刑，严格追诉。上次一件的那个3重分局跟这一件，显然看起来这个以偷迷使这个行径不明，造成的伤害非常的重大。那我们会加强这个建议中央来做修法，那能够把这个新型毒品的刑度把它做一个提高。检方进行违体上严，高调家属表情震动。检警后续除了调查清楚闹中心死因，也调查姓陈查某人具检原因，甲是不是牵涉食毒赛车，专案调向杀人罪嫌甲毒品防治条例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对于第三比较，咱会看到国内毒品的问题，其实是真严重的。去年咱台湾查到超过18万公斤的毒品，这数量是创下新高的纪录。也那最近新北市、新竹甲花莲等等所在，嘛拢发生那亲像是食毒赛车致死伤亡的案件。学者就来分析讲，因为这食毒是爱先验血甲验尿，所以第一时间是无通随摕到证明的，建议修法来提高效率，开放使用脆软的快台试剂。拜一暗时，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姓刘的所长拦检姓陈的查某驾驶，怀疑车内有毒品，要求落车，却随站油门要走，甲所长拖来行，尾仔弄到钢钉互拿，造成死亡。国内毒品问题严重，也定传出有食毒赛车，亲像9月新竹虎林国中头前有驾驶疑似食毒赛车弄到人，造成一个70岁妇人死亡。7月花莲也有驾驶疑似食毒赛车弄到真家厝桥墩，落尾家己死亡。这款案件敢是食毒赛车致死伤亡？学者讲，是无相真奥迪临检阶段知影。酒驾是因为酒精它会挥发，所以说你可以吹气就直接检验。那毒驾的话，验尿的话，你就要到厕所，那抽血通常只有医护人员才能够进行。所以说，如果说你要在路边让警察可以去实行的话，其实是不大方便的。学者表示，毒品爱验血验尿，无法度随执行，爱单报告，真好伫路边拦查的时阵使用。虽然即马已经有毒品脆软快台试剂，但是目前法规还未开放，实际上路爱搁等修法。另外，去年立法院3读通过，若驾驶上路会要验出一定浓度的毒品，相当关3年，罚金30万。学者认为，通考虑甲标准变严格。你用毒基本上这个是违法的，用毒之后去驾驶，它是不是违法，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使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他才认为你是违法。就好像有可能说，我今天用毒了，然后我去开车，犯了使用毒品罪，可是我毒驾这件事情未必是有罪的。根据国检署的报告，去年台湾查到的毒品数量超过18万公斤，数量创下新高。国内毒品的问题，会当讲是不利啊严重，但是若讲到毒驾，亲像 K 他命，就认定药检要超过每毫升100 NG， 才算是违反刑法185条之3。专家认为，会当考虑修法加严标准，落实毒驾零容忍。记者综合报道。双十暗会，即礼拜六伫台北大巨蛋来举行歌手江蕙要上台演唱，所以请真侪人来抢票。这5000张免费的门票，昨中昼一个开放，就随互人扫了了，就连线顶也传出有黄牛票，一张是要卖2万块。台北市长蒋万安是来要求警方爱加强巡查，目前已经查到15件违规的销售。今年双十暗会初5要伫台北大巨蛋举行，重量级的嘉宾台语歌后江蕙要搁出来演唱，门票免费，限量5000张。为了看江蕙，民众收钱手，9月30日开放，15分钟就抢了了。无偌久就传出有人加钱伫卖，民代亚讲黄牛票一张卖到12000。目前我们了解，是诈骗案件，警察局已经加强巡查，也已经有立案，也会请地检署这边来积极的侦办。针对黄牛票这济民众不满，蒋万安讲已经要求警方加强网络巡查。台北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开放提票进前已经成立专案小组，注意网络伫卖黄牛票，目前侦办加钱伫卖15件，以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上班。另外，有查到8件诈骗。外界关心，敢是背后有黄牛集团大量抢票？大概有15件疑似要
加价兜售黄牛票券，目前还没有发现说有大量抢票或者是集团的状况。我们目前查到的零星的都是个案。那是今年双十烟火的婚礼，国内头一届放七彩双魂的烟火，透过烟雾反光，伫照明弹的照射，现出双魂现水。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双十烟火刷到婚礼有三大意义，要把困境中的中华民国揪出来，重新点到国人的爱国精神。中华民国像一个营养不良的小老头，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面8年，没有人管，没有人问，没有人在乎。我们要把这个小老头，我们最爱的中华民国，从这个黑色小屋拉出来，他是我们最爱的。我们从5月份接受到这个任务以后呢，云林县政府所有的局处呢，就卯足了劲，全力以赴。张丽先讲，双十烟火释放将近3万发，有41分8大主题。头一届启用曝光投影，搭配烟火表现婚礼的意象。包括开口西马祖婚礼，也甲双十主视觉。韩国瑜表示，透过双十的烟火，要甲婚礼的看板点好光。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以色列甲黎巴嫩这关系是愈来愈紧张。当地时间9月30半暝的时阵，以色列是来出动地面的部队来进行有限度的军事行动。因讲，因的目标毋是要占领黎巴嫩的南部，是要甲真主党的据点扫互清气。对伊黎边境的时间9月30半暝到10月初1的日时，在黎巴嫩南部或以色列的边界地区，就一直看到火、浓烟和爆炸的声。在空袭和炮兵一直帮的掩护之下，以色列的步兵是透暝入去到黎南边境。根据以军的讲法，这摆地面军事行动是为了要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在2006年编号1701号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内容是禁止真主党在利塔尼河以南，就是在我以色列的边界区域有任何的军事据点。另外，在黎巴嫩东边的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嘛互以军来空袭。叙利亚讲是包括一个主堡在内，拢总有3个人死亡。叙利亚和同款是什叶派的伊朗，是真主党后壁上有力的支持者。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甚至呛讲，中东无以军拍袂到的所在，以色列爱紧互伊朗的政权互推翻。就伫欧美的主要国家，同款是真挺以色列自卫权的时阵，北约组织唯一的穆斯林会员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毋但是大骂以色列真阿爸，阁要求跳过安理会，直接互联合国大会决议出兵来阻止以军。Uluslararası toplum İsrail'in tüm bölgeyi ateşe atan bu haydutluğuna daha fazla sessiz kalamaz. Müslümanlar olarak zulmü engelleme ve mazluma el uzatma noktasında bizim tüm dünyaya liderlik yapmamız gerekiyor. 对中东的局势一直在升温，在黎巴嫩有大量侨民的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当准备要派包机对黎巴嫩来撤侨。虽然以军讲，这摆是有限度的军事行动，未占领黎南的领土。不过，美方的官员提醒讲，1982年迄当阵以军大动作入侵，嘛讲是有限度的行动，但是后壁是占领黎南的领土18年这么久。美方认为以军恐惊会陷入黎南的战事，真歹脱身。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中共政权到当已经满75天，主席习近平伫咧庆祝大会又搁强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伊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也搁有9二共识。伊来强调讲，这完全统一一定是趋势。也那咱的陆委会是强调讲，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中国应该在看清两华互相无关系。中共建政75周年国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庆祝招待会上重申，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加9二共识，并且讲实现完全统一是大趋势。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两岸人民血脉相连，血浓于水。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两岸互不隶属是台海的现状以及客观事实。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跟9·2共识主流民意都是反对的。陆委会强调，
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呼吁中共应该正视两岸互相无隶属的现实。面对中共继续侮辱台湾，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伫最近接受访问时阵讲，中国一定会攻打台湾，但是袂伫伊的任内发生，并且认为台湾的国防支出应该提悬到10%。同时，拜登政府继续对台湾加强军援，批准5.67亿美金，差不多代表179亿的上新的一波对台军售，也是到目前上大的一条。我想这些军演对于台海的维持台海的区域和平稳定应该有相当大的助力。细项的部分，我想我不适宜在这里做任何评论。国防部长郭立雄感谢美国方面关心台海，因为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条军售的项目包括反装甲武器、防空，一个导核态势监知、无人机以及军事教育加训练等部分。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要来关心的就是丰泰三德里是预计明仔载下晡过才会登陆，这地点就伫咧高雄附近，甚至嘛有可能伫咧台南。明仔载甲后日可能就是这风雨上介强的时阵。也来上新的停班停课的消息，咱要来看这张图。目前是有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平湖县，还阁有连江县。其实上届准确的这个消息，原来是要以各地头这地方政府宣布的为准，请大家一定都要做好防灾，尽量莫出门。好，这风台咧要到外围环流，即马已经带来一寡风雨，即马伫咧花莲是有溪水的水位涨悬，甲轮天大桥的变道冲海去。另外，苏花路龙甲中华公路嘛拢有土石放落来。目前台北线关园到道路局已经成封路，也那这苏花公路是伫咧抢修了后，今仔日下晡3点有先开放2点钟互人过，才个继续封路管制。就是这个时阵，栅栏对外开放，总地管制站入口佫开放，大小汽机车排500外公尺，一台刷一台驶入苏花公路。今天早上4点，我们这边排队了4点。昨天我们有先过来，但是被赶走啊，赶快回家放才是最好。知道，3点要放，我要回去上班。苏花公路为初下晡3点开放2点钟，搁再封路管制，因为今日风台要来啊！伫正式登陆前，所带来大雨已经互苏花的石头一直落落来。位回到磅江口到台九线164.5公里的所在，小连线土石崩塌，公路局赶紧抢修，毋过放即届广告雄雄通知，所来这几天敢会搁再开放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或许明天还是有机会。但是因为明天是台风会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所以一切都要等到明天早上才知道说有没有这个可能。土梅膏甲石头一直冲落来，案发地就伫咧泰鲁阁的九曲洞，中远真侪所在有石头，还佫有山坪崩塌。台北线官员到泰鲁阁口路段持续封路，今日风台来搅过，泰鲁阁又佫断路，修复期恐惊佫延长。修工程都是在东横公路，不是苏花公路沿线，所以也是要配合东横公路跟苏花公路的一个修进度，才有办法往前推进。挖山路段路周状况真侪，也有登山队伫1礼拜前为台东入山，即晚3个人掉伫花莲的瓦拉米步道，经消防队救援，一行人游疏啊掉过串流水出来。不过花莲真侪溪水拢有涨悬的情形。第时间落大雨，雨路真紧佫大，富里的轮天大桥变道互溪水冲溃，紧急封路。花莲县长施正伟嘛到场勘灾。特别来看我们的变道，未来要抢灾、抢险、抢通的部分，来进行。各项防灾准备抢时间完成，爱伫3道日真正登陆前最好好，加灾害降到最低。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咧这2天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300毫米，咱来看15天前因为莫拉克风台受灾的金峰乡嘉兰村这个所在，即马就是因为太麻里溪水位涨悬，所以乡公所是赶紧调马站角，避免溪水灌入去社区内底。另外呢，南华公路东段下晡5点已经封路，也那南华公路新乡兰到台北这个所在，暗时8点开始也会封起来，请大家千万要注意。
台东县一直到大水后，雨势集中在南回地区，金峰乡嘉南村伫15年前的莫拉克风台爆发放弃冲走50部雨面体。这摆风台搁伫山区落大水后，串流的太麻里溪搁暴涨，溪水一通爆发，里面提走一条车路宽。乡公所紧急调肉粽角、乌头鱼也伫吞吐，遭动溪水冲过爆发。会不会很担心？会啊，我把全部的东西。重要的东西都收拾好，准备随时离开这里。因为风台北等有个下段和台东县搁较大的雨量，南回公路已经真侪所在发生路桥甲土石流。伫意大利宣传台东办事的县长姚庆玲今时赶回台东，下晡马上到台东县灾害应变中心主持防灾会议，要求各乡镇市公所做好防灾工作。毋过即马北回铁公路无通，南回铁路也停驶，公路局搁提出暗时8点释放南回公路，新乡南到大埔路段可能影响当地居民紧急需求。姚庆玲烦恼台东会正做孤岛，大埔干部团表示，居民有紧急需求，会在安全考虑之下开放。机动性的在某一个时间点能够开放，让民众有民生需求的民众，还是可以利用这条道路来做它必要的这个疏运，就是救护需求啊，或者是一些医疗的一些需求，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好，那这个我们才会开放通行哈。气象处有讲，台东县一暝风雨真强，公路局、南分局有讲，今暗时山区雨量可能有900毫米。下晡5点开始，从南海公路向阳到厝内路段；暗时8点开始，从南回公路新乡南到大埔路段，请大家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部地区，虽然讲是无啥风雨，也毋过这天气是真热热。气象署表示讲，这就是因为外围环流的影响，闪方面气流沉落来，去造成局部地区温度会变悬。另外，南投县府是来开放棒球场，互人停车，也若台中市也赶紧来清水沟，避免淹水。伫苗栗头份市区温度是显示气温是28度，但是当地居民讲，这是因为落雨了后，才互气温小可降低。伫初一的这时，虽然是感受袂到伫做风台，但是规工拢是够热够热。今天呢，我觉得这2天都蛮热的，搞不好有38、39可能有感觉啦，全身黏黏的。会会冒汗哦，嘿。根据气象署观测资料，初一前几名的高温上悬的就是新北市的三峡到37.4度，接落来就是苗栗头份的36.2度，第3到第6名是伫咧新北、桃园和苗栗，温度拢有35到36度。气象署后浪气象站讲，这是因为3度2风台的外围环流经过台湾的东部，造成土地苗变作背风面，才引起局部增温的现象。背风面产生的干热风，当迎风面的气流遇到了高山的时候，会被抬升并冷却，降到地面的时候呢，温度就会显著的上升。风台愈来愈近，南投市鸟路溪边仔的丰信道路和地势较低教训班，嘛是同款停一大堆车。7月底开辟风台造成大水后，把鸟路溪熊熊淹起来，附近是大淹水。迄当中有900台车变作浸水车，县府嘛较紧来提醒民众，会当甲车扫去地势较悬的县立棒球场来停车。县立棒球场平日是供比赛跟活动的使用，那考量这次台风即将来袭以及便民服务的一个思考，那如果民众有停车的需求，可以暂时到棒球场的停车场来停车。台中市长罗秀燕一透早嘛去南区了解市区边沟啊、青土山的作业状况。市府讲，除了加强已经列管457个所在，较会积水的路段、青土山和巡检，嘛完成合管各级排水路清扫，全面监控水情。应变中心嘛，伫初一升级做2级的开设，要全力做好风台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是来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甲台东、花莲、屏东、甲高雄的首长来视讯，以及是各部会都爱随时来掌握灾情，全力协助地方政府。另外，台北市是伫尾暗仔差不多5点的时阵，来陆续甲水门关起来，谨慎来防灾。赶伫3度2风台来进前，公园处派人修整市区的树仔。避免去互风台扫倒去，造成伤亡。清洁人员沿路针对台北地势较低的街路，甲水沟挂掀开，甲积沙捂起来。台北市环保局每一年5月至11月，拢有安排清积沙的工课。今年清理超过2万条车路的地下水道。
另外嘛，针对明年风台来，较会积水淹水的路段加强清理。对这个防汛期或者是台风来临的时候，我们还会特别加强历年来易积淹水的地方的清淤，还有这个泄水孔清除的工作。总统赖清德初一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听各部会因应风台的报告，针对风台可能会严重损断华东地区。花莲县长徐正伟表示，花莲需要撤离3000人，不过刷去赖总统指正，爱所开的是8259个人，中央各地方数字有侦查。贵县应该要优先撤离的人数要到8000多位，8259位，但目前只撤离3000多个而已。户籍人口是5884人，实际居住是3061人，是。所以已经全部撤离完毕吗？对，撤离是3013人。面对3都2风台带来风雨，可能造成车路放弃路袂通。罗总统表示，除了赶紧排除障碍物，嘛会指示空军甲海军准备好势，投入军机军舰协助救灾。因若通讯会断去的问题，速发部嘛提供花莲无共轨道卫星的设备。因若3都2风台可能会为南部登陆，屏东县政府嘛唔敢大意。有提早做好准备。本县容易成孤岛的地区，总共有7个乡，还有21处，我们都完成了整备。那也储备了10天所需的民生物资、饮用水，还有医疗用品。烦恼屏东会出现大量淹水的灾情，就准备请求中央加调移动式的抽水机，甲抢修的工班来支援，也阁有行动机地台。罗总统表示，高屏地区可能头一个受到影响。因若地方提出的需求，国防部甲经济部水利署等等相关的单位，拢会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风台3都2要被告，也毋过呢，即马新竹县竹东的一张70多吨的老青啊，就已经互风甲扇倒去，缀着一个人甲3只乌多摆，加在呢，这人是干那刺伤尔尔，也那镇公所是赶紧派人去到现场来处理。一张大青啊，雄雄倒落去，毋但缀着下骹的乌多摆。有一个骑车经过的查某人，互手啊带着伤，赶紧送病院。就连边的电火条也规个歪去，镇公所赶紧派人到现场处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下就下来了，只是风很大而已。树木会倒塌，原因是说它里面的已经蛀光了，空心了，加上这2天风比较大，所以它整个就倒下去。倒下去之后，原则上我们就马上立即通报我们的厂商。做所谓的复原动作。另外，新竹一间游乐园嘛提早关门，园区内动物提早伫下晡4点下班，赶紧入去受凉的所在避风台。另外，各用锁啊，甲园区内游乐器材固定好势，避免风台造成伤害。已经先把我们的动物、小型动物先进行了收拢跟安置。那针对呢园区所有的船只，预防呢高水位，然后造成四处漂移的状况，我们也先行做好安定跟固置。3都2风台对台湾的影响会愈来愈明显。根据气象署预估，拜日暗时开始，风雨会愈来愈强，提醒民众一定要做好预防风台的准备。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再来看嘉义县，今仔日是停班停课，在沿海地区的农渔民因为烦恼风台带来影响，所以呢是趁风雨还未变大之前，赶紧来补强，希望会当减少损失。渔民赶伫风雨进前，伫摆仔顶面详细来做检查。嘉义县沿海渔民惊风台带来风影对乌病或者是渔船摆仔造成损害，拢趁风台也未有影响进前，赶紧加做一寡准备。要来把这摆保好啊，加只大个啊。我当这拢嘛只病呢，我当足病。啊，我这含这拢规个叫拢迄落个，本地拢袂摇哦，拢这白塔塔拢袂摇。我是要来看路底啊，今仔要路底啊有旁边啊看引过来。除了沿海渔民烦恼以外，顶回受凯美风台造成损失的农民讲，疫情的苦果也未完全复原，即马阁有遮大的风台要来，只会当尽量加强设施，希望减少风雨的影响。咱已经有网式啊保护啊，但是相对伊风伤过大入来，甲雨伤大入来会害，爱害迄金箔个去扭一个去开去，个去连根拔起。嘉义县政府表示，强台3都2的速度慢，风雨对嘉义县山区甲海区带来影响就会较长。
呼吁民众避免去到山区或者是海边啊，随时注意风台的消息，爱做好风台的准备。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过来，天狗日的疫情顶礼拜过加51个，拢是伫个新北市中和甲新店这两个所在。最近中央甲地方是合作来防疫，初步看起来也是有效果。也毋过这风台就要来啊，所以大水雨真有可能互炭白网搁再继续来生炭。疾管署就讲，这风台过了一礼拜，疫情可能会搁压起来。环保人员无用咧消毒，大家小巷每一家事拢毋通漏交。顶礼拜9月24到30，过来新增加51个本土天狗热病例，拢伫新北市中和甲新店，检判拢是同一个来源的菌株感染。目前菌株病例拢总57例。疾管署讲，透过目前的防疫手段，初步看到控制的效果。虽然1周总共新增了51例，但是近期这个增加的个案数明显有减少。我们研判就是说，先前投入的这些防治动员的工作应该已经有看到初步的成效，疫情初步已经获得控制所以在目前来讲，并没有说中央除了每天还是出动机动防疫队跟成立应变小组之外，会再进一步去提升这个指挥层级，另外说成立指挥中心或者是前进指挥所这样的一个需求是目前是评估没有。虽然北部天狗热疫情受控制，但是风台就要来，大水雨可能增加环境积水，适合白线斑纹这寡炭白网生炭。都一军讲，风台过后一礼拜，真有可能疫情会搁行。专家也呼吁民众爱接摒扫。家里能够装设纱门、纱窗是最好的，因为白线斑纹飞行的距离大概1分钟可以到100公尺范围等于是我们的社区嘛所以包括防火巷啦还有一些周边的排水沟等等都要做一个清理。专家提醒，白线斑纹定伫日时甲人定，尤其早时9点甲下晡5点是高峰期。那民众出入菜市啊、菜园、山区这寡狗网塘的场所，就要加注意，会当穿长浅色衫裤、喷网啊水来预防。记者郭文柯明哲台北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即马已经战2大外的时间，真侪物资嘛拢真欠缺。咱的民间团体受发起人道救援的行动，去年参中华的企业家来合作，送140台救灾车去到乌克兰。那今年11月是按算要去捐出60多台的救灾车，即站也当咧赶工。在乎斟酌处理板金、处理好势车，佮爱重新考察，每一台拢是救人救命的车。乌克兰战争已经爆发2冬外，也战袂煞。台湾企业家向政府单位收集各种退役的救灾救护车，重新整理，要捐予乌克兰。这个车的造价是2900万，报废啊，袂使去用的。因那边足需要高楼救灾，所以这一台车刚礼拜虽然我们的费用不少啦，不过想着讲伊当去高楼救灾所以呢，咱嘛是甲做也好。由台湾社区关怀协会甲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发起的乌克兰人道救援服务，去年开始参中华企业家合作，目前已经捐出84台的救灾车去乌克兰，今年按算阁要捐出60多台。除了受政府退役的车，毛民众主动捐车。伊讲咱要去要捐去乌克兰，伊讲伊要捐，所以咱就甲摕转来甲伊大保养，恁那拢也换好啊，这恁那拢真正的越野胎，即只去马上上战场，直接去救人了啦。有来送救护车，也有送病床，还甚至派医疗团队去到伫乌克兰来伫遐做义诊伫遐帮助这些受苦的民众。嘛展现这个台湾can help的这个精神。今年要送去乌克兰的车，目前正咧赶工处理，未收集车辆、车体修理，每一个细节拢充满台湾人的爱心。透过民间发起、政府支持的人道救援行动，要让国际看到台湾can help的力量。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这几档台湾真侪出电视剧，拢是对出版品改编来的，亲像《俗女养生记》也是《盐水大饭店》等等，显示咱台湾的出版品是有真大的发展的空间。即马为着要来推广台湾的作品，文化部是逐档拢会做翻译的版本，或者的创作也会当去到国外。常常在大型的国际册展，咱才有通邀请到世界各国的出版社，也是谈版权的业者来到台湾找找因有兴趣的出版品。
为着要甲台湾原创的作品积极推展到国际，文化部逐年拢会办 Books from Taiwan 的计划，以前一年敢若选60本，不过逐年申请计划的出版社愈来愈侪，今年增加到220本，希望互台湾的出版品在国际通愈来愈赢目。欧洲漫画的反应比较袂歹，足侪出版社拢来申请咱迄个，弄迄个来买我们的版权，迄个漫画的部分。啊，那绘本你想讲吉米的作品，伊伫西语系国家伊都很受欢迎。好，你伫来自清水孩子，伊看伊伫外国，伊就7种语版，嘿啊，伊就是伊嘛是咱迄个伊内底有伊拢是写台语文嘛，嘿啊，所以伫外国足侪人介意。依来自清水的囡仔做咧，这套红仔册讲的是白色恐怖受害者出训练的故事。文化部表示，外国嘛有真济政治迫害的历史，会产生动感的内容，伫咧国际上都有机会卖甲袂歹。因为协办 Books from Taiwan 线顶定选说明会的出版社是合约，唔免甲家己限制伫咧台湾文书的题材，真侪共通的议题，拢是会当含国际交流的。美国特别对小孩的创作上，对所谓的各种道德指标啊，或者对各种保护儿童心智各种的要求，又远高于世界，远高于欧洲吧？哇，不是因为说是只是因为有台湾的主题，所以全世界都会买单，这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他一定要是要看不同的地区，然后呢，让不同的这个地区的需要，要跟怎么跟他们谈判。Books from Taiwan 自2014年到今已经10年，拢总是累积506本的出版品翻译，有卖出400多笔的国际版权。文化部表示，每半年拢会办一届出版品外译的定选，因为今年第2期的时限到10月初7，未来入选的作品嘛会去参与无共国际册展，也是出版奖项，希望让世界看到台湾的作品。记者卢尚珠、谢桂林、新北报道。强烈风台山倒离预计明仔载下晡过就会定录，这风雨可能就会愈来愈强，带大家来关心即马上新的停班停课的消息。咱来看，目前是有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平湖县、连江县，也阁有金门县。继续，咱要来关心的就是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25度到29度，中部地区是26度到29度，南部地区是25度到29度，东部地区是25度到27度。也那外岛地区是21度到28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